多谢婉瑜，这个南投德山指南宫信众真侪，有诈骗集团就利用这点，甲信众骗讲啊，宫庙伫南部有设分坛，若是要兴发财金，会使用转销费方式呢，汇款到指定的口座。庙方烦恼讲有人互骗去，特别录这个反诈骗的宣导影片，强调讲招也是兴发财金，拢是现场的作业，提醒乡亲唔能互骗去。 所以讲，比啊新乡自己都诈骗，佮而且咱一般百姓。伊是南投德山指南宫的主委，配合警察录一段反诈骗的宣传影片。因为最近有人敲电话给民众，讲庙方伫咧南部有设分坛，要来骗发财金。讲做，阮指南宫伫南部吼，设一个分坛，啊，所以若要还钱的吼，就去遐还。啊，甚至讲，若讲做指南宫吼，一寡活动吼，嘛用去因遐落关。民众去指南宫求财，拢会去办公室的柜台。 甲托你讲借发财金，诈骗集团甲民众骗讲，会当汇钱转销，庙方金八回，不管是借钱或者是还钱，都要来到柜台现场做办理。指南宫吼，阮无设这个挂波，也是讲互你用这个假现金，我无这种设备，阮拢是爱来现场拿钱。庙方透过反诈骗影片来宣导，提醒民众若是牵涉到钱的问题，亲像要求交去投资群组，或者是对无熟悉的买卖商品，这拢要特别注意。除了要注意诈骗的新手法，莫卖甲家己的家境婆啊、囡仔交互无熟悉的，可别成做诈骗集团的成员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